世人之所以会觉得人生很苦，就是因为对生命的究竟参悟不透，对生死的认知模糊不清，而更重要的是贪求不足的妄心啊！徒儿们要知道，一切苦的根源就是对世间的假景贪欲不舍，欲多则烦恼变多，欲多则贪求也多，求而不可得则生怨，怨生则苦恼至。所以我们修道人当乐道安贫，以追求智慧为要务，不被世间五欲所打败，自然能生活得平稳。譬如呢，世人所及一事，莫非饥寒为罪。要知道，虽是粗茶淡饭，布衣轻裘，只要能淡泊，无贪亦无忧，莫道清寒苦自受。若肯随缘，苦胆可变甘泉，苟能化尽，茅檐亦是雅轩啊。